连锁健身房全真药价宣布破产停业，都有民代要求政府提供协助来保障消费者甲劳工的权益。也根据统计全真药价会员大约是4万人，也争议款项恐惊是超过4亿。行政院消保处就表示讲，会找主管机关开会讨论，无排除拍团体诉讼。全真瑜伽进前宣布10月起停业，互4万的会员甲一海教练员工甲配合厂商维护反应。13早起便代表开记者会，找受害民众等代表参加，呼吁政府爱保障受害者权益。明明都要倒闭了，还推出什么3+1的方案，吸金吸最后一波，然后倒闭，这跟诈骗集团还有什么两样？后面司法程序谁来跑？民众表示，过去因为伫全真瑜伽运动10几年，才会继续买会员，想要到业者煞宣布破产。受害配合厂商表示，几个月之前因就开始欠钱，统计目前就因一间厂商就被欠将近100万，初估目前有10多间厂商也受害，金额差不多2000万。全真真的比诈骗集团还诈骗呢！对啊，从头到尾就是骗厂商、骗会员。高层的人吸饱之后，那我们这些厂商还是拿不到钱啊。受害民众厂商甲员工一直增加，运动部表示，若民众需要团体诉讼的专业协助，劳动部回应进前已经限制全真代表人出境，劳工应申请工资点偿。特别是体育局指出，接受业者有收款信托的永信银行，已经伫7日公告，即马开始受理会员申请退钱，按算申请2个月了后会完成。行政消保处呼吁，用信用卡遇害民众把握时候提出信用卡争议款。消费者受害的人数很多，那请他们考虑到这个有高度的公益性的情况下，来进行这样的团体诉讼。那因为进行团体诉讼的话，其实大家也不用，消费者也不用花钱啦。行政消保处表示，下礼拜会找各主管机关共同讨论建议影响办法，佮对外发公告。民意代表认为，主管机关应该全面检讨以符合高级的消费者保障，接力求偿找无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